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Chance Inc。 呢條片係教大家申請等緊 PR 期間嘅 Optional OWP。咁坊間其實對呢一個 Work Permit 都有好多種唔同嘅叫法嘅，例如我之前就叫佢做 BOWP 啦，咁其實就係錯嘅，係傳統嘅 PR pathway， 例如 EE 或者 PNP 所申請嘅嗰一個 OWP 咧，先至係叫做 BOWP 嘅，亦都有人叫佢做 OOWP。不過佢又可以指另外一個已經完結咗嘅 permit， 而佢嘅證明呢，其實就係呢一個好長嘅名，咁呢個教學就會簡稱佢做 Optional OWP。佢係專為 Stream AB 嘅申請人而設，由24年嘅5月27號接受申請，暫定5年之後個 public policy 就會完噶啦。咁佢批出嘅有效期呢，最長就係3年，就唔一定批足俾你嘅，都見到有好多人可能淨係批得2年或者甚至乎1年嘅啫。咁要申請呢一個 Optional OWP 嗰個主要申請人個 PA 就必須要符合以下嘅所有條件嘅，包括就係已經遞交咗 Stream A 或者 Stream B 嘅 PR 申請啦，亦都未被 refuse、withdraw 或者退回嘅，仲要持有香港護照或者 BNO。如果個護照就嚟到期呢，係強烈建議你哋續咗新護照先嘅，因為你申請呢一個 permit 去延長你喺加拿大嘅居留時間係唔會超過你本身護照嗰個有效期。而且都係嗰句，你入籍之前仍然仲要用呢一本護照去作為你嘅旅遊證件。咁你喺入紙申請呢個 Work Permit 嘅時候，同埋獲批嘅時候呢，都必須要人喺加拿大持有一個有效嘅加拿大臨時居民身份，即係無論你係 worker、student 定係 visitor，或者你係個身份已經過咗期，但係仲未過期超過90日，都係可以喺申請呢個 permit 嘅時候，同時申請 restore 翻你嘅身份。而喺入紙申請 Optional OWP 嘅當日對上3年呢，亦都必須要持有一張 work permit 或者係 study permit 嘅。咁啱啱就講到入紙申請 Optional OWP 同埋獲批嘅時候必須人喺加拿大，咁所以喺申請之前呢，就要諗下會唔會有出境嘅打算啦。呢度就要講翻 Maintain Status 嘅呢一個 concept， 以前就叫做 Imply Status， 係講緊如果你喺現有嘅簽證到期之前又入咗紙申請一個新嘅 Temp Residence 嘅 permit， 然後你原本嘅嗰個 permit 到期呢，你係可以基於仲係 process 緊嘅嗰個 application 就合法留喺加拿大，並且可以根據一啲你符合咗嘅條件喺呢度繼續翻工或者翻學嘅，例如你本身係 worker 身份攞住 work permit 到期之前又再申請一個新嘅 work permit， 咁你就算原本嗰張 work permit 過咗期呢，都係可以按照翻佢本身上面嘅 terms 繼續翻工，直至新嘅 work permit 申請有結果啦。而如果你係原本係 student， 然後到期之前去續你嘅 study permit， 就算原本嗰張過咗期，都係可以繼續翻學，直至新嘅 study permit 有結果嘅。至於你係應屆畢業生，原本揸住 study permit 讀緊可以俾你 off campus 去打工嘅一啲 DLI 課程，不論係公校定係私校，咁你喺畢業之後申請 Optional OWP 或者 PGWP 咧，法律上都係容許你翻 full time， 直至你嘅 work permit 申請有結果。而如果你係用 visitor 嘅身份入境，咁喺到期前再申請 work permit、study permit 或者係 visitor record 去延長你嘅居留期，咁你都係可以繼續用 visitor 嘅呢個身份留到喺度，等到你嘅嗰個 application 有結果為止嘅。咁多數你入咗紙申請之後呢，就會收到有一封信，我哋就叫佢做 Maintain Status 信啦。上面亦都會有講到頭先所講嘅嗰啲權利呢，喺你出咗境之後呢，就唔再生效噶啦。呢度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喺官網上面見到嘅一單 case， 就係一個巴西女仔，佢叫 De Brito， 當年去控告加拿大政府嘅。事源就係佢最一開始係揸住 work permit 入境，入咗境之後就俾間 college 收咗啦，佢就經咗境外喺 Buffalo 嗰邊嘅 office 去申請佢嘅 study permit， 然後喺佢原本嘅 work permit 就快到期之前呢，佢亦都喺境內有入到紙申請續佢嘅 work permit。當佢嘅 work permit 到期嗰刻呢，理論上係會有 maintain status 嘅。咁期間佢就收到 Buffalo 嗰邊要求佢喺10月1呢個日子就要過去嗰邊做一個關於佢 study permit 嘅 interview 啦。咁指定嗰一日咧，佢就嘗試經陸路去入美國參加呢一個 interview， 但係就俾美國拒絕咗入境嘅。不論佢係咩原因被美國拒絕入境啦，問題就在於加拿大法律上咧有允許佢呢一個情況咧係唔需要去持有本身佢作為巴西人入嚟加拿大要申請嘅 TRV， 但係佢沿路翻嚟嘅時候就好吊詭地被要求要佢有 TRV， 並且指佢嘅本身 work permit 已
經過咗期，雖然有俾佢入翻嚟，但係就發出咗個驅逐令。2個禮拜之後，即使佢已經得到咗巴西嗰邊 office 批咗個 visa 俾佢，但係再過多半個月呢，佢又再收到關於佢嗰次驅逐令嘅個理由副本，但係話佢一路以嚟都係冇 implied status， 仲話佢因為各種原因就相信佢已經違反咗佢嗰個逗留條件，所以佢10月1號嗰日呢變到唔可以再入加拿大境，因此就被發出咗個驅逐令啦。重提呢單 case 嘅原因，主要係想俾大家得知關口嘅 CBSA officer 有幾大嘅權力。雖然 DeBrito 佢最後係告得贏，但換轉係發生喺自己身上嘅話，又會唔會有咁嘅資源同埋心機去打官司呢？尤其是今次我哋 optional OWP 嘅 policy，IRCC 係零零舍舍有一個段落特登列明咗喺通常情況下，外國人離境就唔再具有有效嘅臨時居民身份，並且要再到關口嘅時候，咁會由關員去決定係咪再允許佢用一個臨時嘅居民身份去重新入境。由此可見，其實每一次入境都係一個重新洗牌。通常嘅情況就係你本身嘅 permit 未過期，咁你可以順利入境，或者你本身就可能已經 plan 係會用 visitor 嘅身份入境嘅。另外仲有情況就係你可以喺 re-entry 嘅時候被改咗你嘅居民身份，或者係你嘅居留期啦。有一個真實嘅香港人例子呢，就係佢本身係應屆畢業生，畢咗業之後就申請咗 work permit。咁理論上就係即使佢個 study permit 過咗期，咁佢都係可以有繼續翻工嘅 maintain status 嘅。而且畢業生呢係比較特別啲嘅 ，IRCC 係有特別一個段落，就話如果你係畢業生喺畢業之後申請咗 work permit，咁就有一個可以翻工嘅 maintain status 啦。而呢一個 maintain status 呢，無論你出入境呢都係不受影響嘅，即係理論上你出境之後翻嚟呢，仍然係可以 keep 到嗰一個翻工嘅 maintain status， 就唔同其他嘅 maintain status， 因為正常嘅 maintain status 就係你出咗境翻嚟之後就冇咗嘅。咁但係嗰次嗰位香港人呢，就係出境嘅時候，佢個 maintain status 就被撤銷咗啦，就出咗一張 VR 俾佢，改咗去做 visitor， 同佢講你要停工唔可以再翻工，仲要個 VR 個期呢都幾短嘅。咁佢因為本身就已經有個 work permit 係 process 緊，咁所以佢就冇諗住再重新入個紙啦，但係就必須要繼續續佢嗰個 visitor record 個居留期，先至可以令到佢繼續等 process 緊嘅嗰一個 work permit 嘅。最後最 worst case 嘅話，會好似係 DeBrito 咁樣，有 maintain status 都可以當冇，當之前佢已經預期居留緊，即係你入境嘅時候 VR 都唔出，就出個驅逐令俾你。咁呢啲都係會影響到你 optional OWP 嘅申請，同埋你出咗境之後未翻嚟之前，你冇咗個臨時居民身份 ，IRCC 其實係有權唔俾你去續呢一個 permit 嘅。就正好似 Reddit 上面有一單真實嘅 case， 雖然佢申請嘅係傳統 BOWP 而唔係我哋呢一個 optional OWP， 咁係唔同嘅 policy， 但係佢個 condition 都係類似嘅，就係佢出境之前入咗紙申請傳統嘅 BOWP 啦，跟住佢只係12月嘅時候就因為假期所以出外旅遊，咁期間呢 IRCC 就開始審批佢嘅 case， 基於佢因為出咗境就冇咗個身份啦，然後就話佢你已經唔再係喺加拿大，咁所以就唔屬於可以申請 extend 居留期嘅一個 applicant， 咁就直接 refuse 埋佢嘅 BOWP 申請添。有見及此，如果真係有出境嘅打算呢，咁出嚟最好就係避免安排長嘅 trip 啦，同埋盡量就喺本身嘅 permit 到期之前就翻嚟加拿大，喺入咗境之後先至再入紙申請 optional OWP， 然後喺 permit 過咗期之後，即係 maintain status 嘅期間呢，就唔好再出境住啦，直至到真係有 optional OWP 批咗，咁你有新嘅居留期繼續等 PR， 咁呢個長嘅居留期期間你要出入境通常就冇乜問題啦。而至於如果個 optional OWP 被 refuse 咗呢，咁你就會變咗 out of status 就要停工，咁你就要留喺境內度 reapply 做 restore 同埋等批新嘅 permit 啦。前面講到要做 restore 嘅原因係因為佢被拒嘅時候本身個 permit 已經過咗期，咁所以佢冇咗個身份，必須要做 restore 恢復翻原本嘅身份先可以續到出嚟。如果你再入紙申請嘅時候本身個 permit 未過期呢，嗰個 refusal 係唔會令到你本身個 permit 就此失效嘅，因此你再入紙 reapply 嘅時候呢，就唔需要做個 restore 啦。仲有一個 concept 要提嘅呢，就係有啲人有機會係需要入兩個申請嘅，咁最常見嘅就係應屆畢業生一家大細，咁但係就因為可能佢畢咗業嘅時候未有工返啦，就唔符合資格申請 PGWP 加 SOWP 嘅，通常呢，佢哋就會可能係單頭入咗個 PGWP 先 secure 咗自己嘅 status 啦，咁後面就會喺你申請咗 PR 之後又再入多個 optional OWP， 同時就申請埋個
個 SOWP 嘅。咁呢啲究竟身上孭住兩個申請嘅話，第一個申請係會點樣影響第二個申請呢？就好睇究竟你入第二個申請嘅時候，你係用一個咩身份去入嘅。例如就好似我舉嘅兩個例子，如果你係入 optional OWP 嘅時候，你本身個 SP 係仲未過期，即使你個 PGWP 被 refuse 咗，你個 optional OWP 仲等緊，跟住你 SP 過期，咁你就進入咗個 maintain status 啦。呢個 maintain status 咧，會因為你由頭到尾所有申請都係 under 緊有個有效身份嘅，所以你就可以有嗰個工作許可，一路等到個 optional OWP 獲批，就有新嘅 permit 繼續等嘅 PR 啦。如果個 optional OWP 一樣都被 refuse 你就真正係會變 out of status， 就要停工 reapply 同埋做 restore 啦。但如果你話唔係嘅，你一開始入咗 PGWP， 跟住你 SP 過咗期，你已經進入咗個 maintain status， 呢一個 maintain status 就 based on 你本身嗰一個 PGWP 申請，咁你就可以繼續翻工啦。而至於呢個時候你先至入嗰一個 optional OWP 嘅申請呢，跟手你個 PGWP 咧又被拒絕咗，呢個時候咧你就會進入咗一個，因為你係喺 maintain status 緊先至入第二個申請，所以你雖然嗰個居留係可以被 extend， 但係你就冇咗個工作許可，你係要即時停工嘅，直至到你個 optional OWP 批到啦，咁你有新嘅 permit 可以恢復翻工同埋等 PR。至於如果你個 optional OWP 都一樣被拒絕咧，得翻個 last chance 係再 reapply 同埋做個 restore。呢啲喺你 out of status 緊嘅時候先至入嘅申請，如果依然都係被拒絕嘅話呢，一般個封信呢就會用一啲好強硬嘅措辭去要求你需要離開加拿大噶啦。所以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入兩個申請嘅話呢，咁就記得做好啲 planning， 以防有類似嘅情況會發生啦。特別係你哋一家大細就要留意翻，喺 PR 主申請人申請 optional OWP 嘅時候，就需要申請埋個 dependent。呢一點呢喺 optional OWP 嘅嗰個頁面呢都係有提及到。雖然就有啲例子係 PR 個 dependent 單獨入紙申請 SOWP 成功咁，但係就唔知呢啲係咪只係一啲個別例子。個人嚟講呢就唔會去駁嘅。dependent 嘅類別就同你申請 PR 嘅時候嗰個定義一樣，但係有樣嘢唔同嘅地方呢，就係申請 optional OWP 要申請埋 dependent， 個 dependent 係必須要人喺加拿大持有 valid status 啦，或者係已過期但係未過90日就可以喺呢個時候申請 permit， 再申請埋個 restore。至於如果你當初申請 PR 嘅時候個 dependent 係 declare 咗喺境外嘅話呢，咁就請喺 dependent 入境之後就向 IRCC 交翻個 rep form 更新翻你嘅 PR 申請，亦都係會有助翻你今次 optional OWP 申請埋個 dependent 嘅。跟住就會講下一啲申請前嘅準備。第一樣嘢就係護照嘅 PDF， 包括係主申請人嘅護照，或者一家大細嘅就係另一半同埋適用子女嘅護照。咁由於今次嘅 policy 係冇好似 PR申請咁列明咗淨係需要 scan 個人資料頁同埋加拿大入境嘅嗰個印仔頁，咁所以我哋就跟翻本身 GCKey 佢入邊嘅 instruction scan 翻個人資料頁同埋所有有印仔嘅頁面。呢度就再次提醒多一次，如果你嘅護照即將到期呢，請你續咗本身護照先。都係嗰句啦，你申請去延長你嘅居留呢，係唔會批超過你本身個 passport 嘅有效期，同埋都係你入籍之前係仍然需要用呢一個護照作為你嘅旅遊證件嘅。第二樣準備嘅就係所有申請人嘅證件相，可以係 JPEG、TIFF 或者 PNG 嘅格式，大細就唔超過4 MB。方便嘅話，其實係可以直接攞你用嚟申請 PR 嘅嗰一張相，或者你想嘅話可以其他證件相啦。咁就只係俾今次申請嘅使用嘅啫，你 permit 上面係唔會有呢一張相嘅。所以相對嚟講，對於嗰張相嘅要求都會鬆手啲，你只要有 upload 到一張證件相咁就得噶啦。下一樣要準備嘅就係你嘅 medical exam info sheet。一般而言，如果你唔想你嘅 work permit 上面係有任何 limitation， 例如唔俾你從事一啲醫療或者有較長數嘅工作咧，喺申請 permit 之前咧，你係需要做個 medical exam 嘅。咁但係而家就有嗰個 policy 可以俾你 upload 翻舊嘅嗰一張 info sheet， 從而有機會獲得豁免，無需再做多一次去 remove 呢一個 limitation。之後係你嘅金紙，即係所有申請人嘅現有 work permit、study permit 或者係 visitor record 嘅雙面 scan copy。如果你曾經有做過續期，你係唔需要提供翻你舊有已經被 override 咗嘅嗰張金紙。至於如果你係用 ETA visitor 嘅身份入境，冇拎過 VR 咧，就可以 scan 翻護照入邊吸到入境印仔嘅嗰一頁，
仲有係你嘅10年 CV，即係過去10年嘅學歷或者工作記錄，咁可以參考翻你申請 PR 嘅時候所填嘅 IMM 5669 Personal History 嗰一 part 啦，然後就喺 Word 或者 Excel 就用 IMM 5710嗰個格式去列翻所有嘅，後面都會再 show 個 sample 俾你哋睇。咁每段之間呢係唔可以有個空窗期，例如你上一段結束係2025年嘅1月，咁你下一段開始呢就必須要同為2025年嘅1月，或者係緊隨嘅2025年2月啦，無業或者待業嘅期間都要列翻出嚟嘅，就注明翻 unemployed。如果你在學嘅期間可以填翻你嘅學校名 activity 就填 studying， 填表申報就 OK 噶啦，唔需要提供任何證明，例如咩 reference letter 啊或者糧單。有一個 activity 嘅填法就係 traveling， 但係幾時先為止 traveling 呢？如果你係短暫旅遊，例如只係去1至3個禮拜，個 base 仍然係喺原居地呢，就唔計嘅。但你係 unemployed， 然後旅居達1個月為以上，就可以考慮申報係 traveling 啦。由仔女而想申請埋佢哋，仲要準備埋佢哋嘅出世紙或者領養證明。你係單拖子女嚟加拿大，要包括每位仔女嘅 custody paper， 另一管養人簽署嘅 parent consent letter。有需要詳情嘅話，可以 Google 翻呢一堆 keywords。Type C 仔女就要包括埋佢哋嘅生理或者精神狀況嘅證明文件。根據翻仔女會就讀嘅 preschool 小學或者中學嘅 school book 個要求，如果有需要咁就可以申請一個 MSP 或者係原有嘅 MSP 做翻續期，而且你係需要提供翻就讀學校俾你嘅 LOA 或者係 enrollment letter。School board 如果係容許用 VR 讀書呢，你亦都可以考慮申請 visitor record 或者係原有 VR 做翻續期，而無需提供 MSP 要嘅資料。不過不論你係申請 MSP 或者 VR， 你都係需要提供家長嘅財力證明。如果係超齡嘅仔女，睇翻你係邊一個省份，有機會係 either 等於或者大於18或者19歲，尤其係準備讀大專即係 college 或者大學，係唔可以申請 MSP， 而係需要跟翻 study permit 嘅要求申請翻佢自己嘅 SP。如果有留意開 optional OWP 嘅申請情況，都會發現有部分申請人被 IRCC 錯誤認為佢未開始申請 PR， 所以唔符合資格，或者係當錯咗佢係 LMIA 咁樣去審批，從而 refuse 咗佢哋嘅 optional OWP 申請。咁有啲咩做法係可以提高個申請成功率呢？根據大家嘅經驗所得，最穩陣就係如果你已經收到 PR 申請嘅 AIP， 咁就喺申請 optional OWP 嘅時候夾埋入去，你去 review 翻。而求其次嘅話就係交你嘅 AOR， 但係都只係大概50-50機會嘅啫。如果你係兩樣都冇啦，咁冇得揀之下嘅選擇就係俾你嘅 PR application number， 或者你之前如果係有收過 IRCC 發出關於你 PR 申請嘅 email， 喺冇收過任何關於你 PR 申請嘅 email 情況下，可以點樣得知你嘅 PR application number 呢？就可以喺指定嘅時間內打翻 IRCC 嘅 toll free number 1888-242-2100，揾翻 IRCC agent 查詢。咁佢哋就唔係 officer 嚟嘅，而係 IRCC 嘅 CS。個申請 number 有機會係聽到 HX 字頭或者 H 字頭啦。如果情況許可嘅話，就等到個申請 number 變咗做 H 字頭，先至再入紙 optional OWP。相對上就好似穩陣啲。咁打咗入去電話錄音之後，點樣可以快速地揾到真人同你對話呢？個快捷鍵呢，我就會擺喺條片下邊嘅 Q&A 嗰度，方便我有需要不時更新翻。呢個申請其中一個必交嘅文件就係 IMM 5707 Family Information Form。雖然申請 Optional OWP GCK 嗰個版面嗰度呢係唔會有呢一格係你要 download 同埋填呢份 form 嘅，但係 policy 呢又規定你必須要遞交喎。咁之前我都有出過一條關於點樣填呢份表嘅教學，有需要就可以喺 channel 度揾翻呢一條片，而嗰條片嘅入邊我亦都擺咗呢一份 form 嘅官網下載地址，有需要嘅就可以 click 翻嗰條 link download 翻嚟填。不過同之前個教學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今次你要將 form save 做一個可以加電子簽名嘅 PDF。咁個做法就係填完份 form 之後，喺最頂有一個 print form 嘅掣，撳完之後你會見到列印嘅呢個界面，喺最頂印表機嘅嗰一個位置。如果你係用緊 Windows 嘅話，應該會見到 Microsoft Print to PDF 嘅呢一個選項，然後撳右下角列印，跟住就會彈咗個視窗，就問你想將呢一個 PDF save 喺邊一個位置，同埋就改咩名啦。咁改名呢部分呢就隨意得噶啦，因為你最後都係要將呢一個 PDF 合併去另外一個文件嗰度嘅。最後就撳右下角存檔，然後就去翻你揀咗嘅嗰一個存
存檔位置，就打開翻你啱啱 save 咗嘅呢一個 IMM5707 嘅 PDF， 拉翻落去下邊有幾個有機會需要簽名嘅位置，喺上面工具列撳翻電子簽署，然後就可以喺呢度新增你嘅簽名。咁我事先就已經新增咗一個示範用嘅簽名啦，撳一下，然後你就會見到可以喺右邊任何位置度去加你嘅簽名嘅。咁第一行就係如果你係冇配偶或者 common law partner 嘅話呢，就需要喺呢一行加翻你嘅簽名啦。簽名嘅大細呢，可以透過上面細 A 同埋大 A 去做翻個調整嘅。咁如果你係有另一半嘅話，就唔需要喺呢一 part 嗰度簽名嘅。咁如果簽錯咗都可以撳翻上面垃圾桶去刪除翻不適用嘅簽名啦。之後 Note 2嗰個位呢，就係申報翻你冇小朋友嘅。咁呢度就有一個本身張 form 嘅 bug， 就係無論你填咗日期呢，都會唔見咗嘅。咁所以就可以喺右邊度加翻個日期，一樣都係可以調整翻文字嘅大細。最後 Section C 嘅呢一個位呢，就係所有人都需要加翻呢一個簽名，咁就記得喺最尾 Section C 嗰度簽翻你嘅大名啦。完成晒所有之後，就可以去翻最頂磁碟嘅嗰一粒掣，咁就儲存翻你呢一張已經簽好咗嘅 IMM5707 PDF。今次 optional OWP 嘅申請會係用 GC Key， 佢係得一格 client info 嘅欄，俾你可以交一份嘅補充資料。但係前面都有講到，今次 optional OWP 申請呢係有好多嘅補充資料需要提交嘅，包括係啱啱講到嘅 IMM5707， 明明係一份必交嘅文件，但係喺 GC Key 嗰度呢都係可以冇開到一格去俾你 upload 嘅，咁變咗我哋就只可以將佢 print as PDF 加翻個大名，咁先至可以夾埋入去。所以最好呢就準備一份LOE 去概括所有補充資料，做你嘅申請附件，就好似申請學簽嘅時候要提供嘅一份 study plan 咁。咁首先我哋就講下主申請人嘅 LOE 啦，最上面就可以寫翻你嘅全名、地址、電話同埋電郵，然後個 subject 就可以加翻你嘅 UCI number， 喺金紙嘅右上角嗰度就可以揾到。跟住第一段就可以講翻你係主申請人咩名，申請緊 optional OWP，俾翻方便 officer 睇嘅審批指引嗰條 link， 講埋你會喺呢份 LOE 度提供更多嘅詳情同埋附件。啲欄目呢就記得修改或者係 delete 咗唔適用自己情況嘅部分。例如你係未有 AIP 或者 AOR 嘅，咁你唔會有呢一 part 啦。或者係之後會講嘅嗰一份 form 已經夠晒位俾你填，過去10年嘅學歷同埋工作，咁你亦都唔需要再交任何補充資料。如果你係單人嘅話，亦都唔需要交結婚證書或者係 common law partner 嘅 proof of relationship。冇小朋友嘅話，咁呢一 part 都係冇嘅。最後就係你嘅收尾同埋下款。第一個部分就係講翻你嘅申請資格，提及翻你係主申請人，今次嘅申請係符合晒 public policy 所有嘅申請要求，你就可以講翻你係經 Stream A 申請，咁個申請 number 就係乜嘢啦，或者你可以寫翻你係經 Stream B 申請嘅，講翻你而家持有咩 passport， 而家喺加拿大咩 status， 同埋你對上3年持有嘅工簽或者係學簽，同埋佢嘅 document number， 即係金紙右上角紅色字下邊嗰一行黑色字就係啦。仲有佢嘅 issue date， 即係金紙上面 additional information 下邊嘅頭一行，跟住就係貼翻你張工簽或者係學簽。第二個部分就係如果你有 AIP 或者 AOR， 咁就可以喺呢一度提供翻俾 officer， 提高翻 optional OWP 嘅申請成功率。咁喺冇 AOR 嘅情況下，仲可以考慮用之前 IRCC send 俾你嘅一啲 email 去做一個證明，就係你申請緊 Hong Kong Pathway 嘅 PR。其中一個例子就係之前 IRCC 咧係有大 lot 咁 send 過一批 email 出去，就提醒一啲 Hong Kong Pathway 嘅 PR 申請人合資格申請而家呢一個 optional OWP 嘅。都可以喺呢度貼翻啦。第三個部分就係俾翻你嘅10年 CV， 咁無論你喺 IMM5701 嗰度填咗幾多格，去到第幾年都好，我自己嘅做法就係偏向喺 LOE 嗰度，照樣提供翻一個完整嘅10年 CV 俾佢，就由最近嘅一個記錄填起，記得中間就唔可以留任何 gap。咁主申請人嘅 Word 咧就填到呢度，其他嘅文件咧就會係靠合併 PDF 去完整成個 LOE。因此我哋亦都要將個 Word save 做PDF 嘅格式，咁可以撳翻左上角 file 檔案，然後撳 save as 儲存為，跟住揀翻 browse
瀏覽，然後喺彈出嘅視窗嗰度揀翻儲存格式係個 PDF， 跟住就再撳翻儲存。至於合併 PDF 呢，我平時就用開網上嘅資源，咁我就用開呢一個網站。但如果你有個人資料外泄上嘅顧慮，亦都可以考慮用翻一啲付費軟件。呢一個網站嗰度，咁就可以揀翻你需要合併嘅 PDF 文件，然後睇翻嗰個次序有冇排列錯誤。如果有需要嘅話，就可以撳實嗰一個文件向前或者向後拉，去改翻佢喺文件入邊嘅頁數位置。最後就可以撳右下角嘅 Merge PDF， 跟住就可以撳中間呢粒掣去下載翻你呢一份完整嘅 LOE。此外，如果你有另一半嘅話，你仲要準備埋申請 SOWP 嘅 LOE， 最上面就係寫翻另一半嘅全名、地址、佢嘅電話同埋電郵。UCI 就寫翻另一半嘅 UCI 啦。第一段就可以寫翻係配偶定係 common law partner of 呢一個主申請人嘅全名啦，然後就係申請緊一個 SOWP， 可以跟翻 policy 註明翻就係 under LMIA exemption code R02。但係如果個主申請人個 optional OWP 係批到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合資格出到一個 SOWP 嘅，然後都係一樣貼翻方便 officer 睇嘅嗰一個 policy page 俾佢啦。下面都係一樣，如果係唔適用自己情況嘅部分就改咗佢或者 delete 咗佢啦。例如你需唔需要交10年嘅 CV， 或者係關係證明嗰度你係要交結婚證書定係 proof of common law relationship， 即係最近連續12個月同居嘅住址證明。咁個 IMM 5707呢份 form 咧就記得係要用另一半嘅角度去填寫，即係份表嘅 applicant 嗰度就係寫翻另一半嘅個人資料啦，佢嘅 spouse 或者 common law partner， 即係 optional OWP 主申請人，然後父母就寫翻另一半嘅父母。SOWP 嘅 LOE 第一部分就係提及翻另一半嘅申請資格，咁就 recap 翻第一段寫過嘅資料，同埋就講翻你係作為 PR 申請入邊嘅 accompanying dependent 同埋個 PR 申請 number， 跟住咧就可以入翻去 PR portal， 喺你遞交咗嘅嗰一個 PR 申請嗰度咧有一粒掣係可以 download 翻個 application。當你 download 咗落嚟之後，你就會見到佢係一個壓縮檔，咁喺個壓縮檔入邊就揾翻 IMM0008.PDF， 你就可以 cap 翻 dependent 嘅嗰一部分作為一個證明。Cap 圖下邊就可以講翻另外2個申請資格，就係你而家喺加拿大有 status， 或者係個身份未過期超過90日可以做埋個 restore， 以及你已經年滿18歲或以上。第二部分就係個10年 CV， 咁呢度都係同之前講嘅一樣，就唔特別再提多次啦。之後嗰一 part 咧，主申請人嘅 LE 嗰度冇嘅，但係個證件相，因為主申請人嘅 GC key 嗰個位咧係會有得俾佢 upload， 但係 dependent 嗰啲申請咧就冇咗呢一欄，然而佢又係一個 mandate 必交嘅文件嚟嘅，咁所以我哋就喺 LOE 度補俾佢啦。SOWP 嘅 LOE work 呢部分咧就去到呢一度，其餘嘅文件例如結婚證書啊，或者係 proof of common law relationship， 即係同居證明咧，仲有個 IMM 5707都同樣係可以用 PDF 合併嘅方法去完整咗成份 LOE 佢。最後就係如果你係有小朋友嘅話，要申請 MSP， 你仲需要準備埋 MSP 嘅 LOE， 而我嘅做法就會係用主申請人嘅角度去寫呢一份 LOE， 咁所以最頂嗰度就係寫翻主申請人嘅資料 ，UCI number 咧就可以寫翻小朋友嘅 UCI， 咁就可以講翻係主申請人嘅 minor child 咩名，申請緊一個 study permit。同樣道理都係要睇翻有啲咩位係唔適用嘅，例如你會交嘅係 LOA 定係 LE 或者 LR， 仲有係某啲省份嘅 minor child 係指19歲以下嘅，而如果滿18歲嘅話咧，喺 IRCC 嘅申請就要包括埋 IMM 5707呢份 form， 咁所以如果要交呢份 form 嘅話，就記得係要用小朋友嘅角度去填寫，即係份表入邊嘅 applicant 就係小朋友自己，佢嘅父母即係 optional OWP 嘅主申請人同另一半啦。然後封信就落翻個下款，第一個部分就係 minor SP 嘅申請資格，就可以講翻係個屋企人持有有效嘅公簽，個 minor child 係會讀 preschool 小學或者係中學 level， 同埋就係 under 省份所定嘅 age of majority， 所以就符合申請 MSP 嘅資格。第二部分都係同 SOWP 一樣 ，GC key 嗰度冇一格俾你 upload 證件相嘅，咁所以就要喺 LE 度補翻。第三就係個小朋友嘅關係證明 ，work 嘅部分咧就去到呢一度，其餘嘅文件例如係財力證明，即係啲月結單啊嗰啲，可以連埋 LOA 啊，或者係有需要交嘅 IMM 5707一齊用 PDF 合併嘅方法去完整呢一份 MSP 嘅 LOE 啦。申請方法我哋睇翻官網去撳 How to apply， 然後下面撳 Sign in。
之後撳 GC key。咁應該大家之前都會有個 GC key 嘅，如果冇嘅話，咁就開一個啦。log in 咗之後，到呢頁冇咩事，我哋就撳 continue， 然後入翻你嘅驗證碼同埋答翻安全問題。跟住我哋揀 apply to come to Canada， 又揀 work permit。嚟到問卷呢一 part 呢，咁頭兩條我哋一定係揀 work同埋 temporary more than 6 months for 申請個 BOWP 嘅。然後因為我哋申請 inland， 咁所以我哋就揀翻係 Canada 做個 current country。Family member 呢一度咧就跟翻你嘅情況去答翻 yes 定 no 啦。最後就係答翻你嘅出生日期。咁呢版唯一要注意嘅咧就係你嘅 passport。如果你係用 BNO 申請嘅話咧，咁你就要揀翻 GBN UK BNO。而如果你係揸香港護照嘅話咧，就要揀翻 DHN 有 Hong Kong SAR 呢一個 passport code 啦。跟住關於美國身份嘅問題，咁你就跟翻自己嘅情況去答翻啦。然之後就會去到問你喺加拿大嘅 status， 呢一個位咧就有少少 tricky 嘅。如果你係 visitor， 咁就揀翻 visitor 啦。但係如果你係 student 嘅話咧，咁我都係會好似當初佢官方指引教人申請 Hong Kong OWP 咁樣 ，student 都要照揀翻 worker， 咁樣先至會易啲 trigger 到係申請 open work permit， 而唔係跌咗入去 PGWP 嗰條 queue 啦。跟住我哋就要跟翻官網嘅指示，喺第一條嗰度揀翻 yes。至於下邊嗰度問你係咪一個 work permit 嘅 spouse 咧，作為 optional OWP 嘅主申請人，咁我係會揀 no 嘅。咁係因為唔想 trigger 到以為係申請緊 SOWP， 但係好重要嘅係要睇翻你有冇已經收到 PR 嘅 first stage approval， 即係有冇收到 AIP。如果已經收到嘅話就會揀 yes， 未收到嘅話就會揀 no。然後下邊兩條關於你係咪一啲特定嘅人士嘅 spouse， 咁相信多數都係答翻 no 嘅。下一條又會再問你係咪 study permit 持有人嘅 spouse， 咁無論點我哋都係會答 no 嘅，目的就係唔想我哋嘅申請跌咗入去 SOWP 嗰邊。可能睇到呢度就會有觀眾懷疑話，究竟我喺問卷度冇如實作答，會唔會影響我嘅申請嘅呢？我哋首先就要理解翻，其實問卷嘅呢啲問題只係幫助個申請跌翻入去一啲相應嘅 queue， 從而去幫 officer 去做個審批。因此你可以見到，無論係之前 Hong Kong OWP 或者係 inland visitor 申請 study permit都好，都係會有官方指引，要求唔跟真實情況去答問卷問題。咁所以我哋今次申請 optional OWP 都會套用翻同樣嘅道理，用一啲小技巧降低 officer 批錯嘅可能性。後面婚姻狀況同埋居住嘅省份，咁就跟翻自己去揀翻。如果前面都係根據我嘅指示去撳嘅話呢，如無意外就會出到 open work permit 呢一個選項嘅。跟住我哋就可以撳 continue。呢一條就係問你有冇 accompanying 緊喺加拿大有 status 嘅 family member。咁只有係 dependent 先會係答 accompanying 嘅。咁我哋作為主申請人就答 no， 再答翻你 status 嘅有效期。之後 medical exam 嘅部分，我哋就想去出到有一格可以俾我哋 upload 到 info sheet。喺第一條問題，關於你過去12個月有冇做 medical exam， 我哋可以答 no， 然之後就會跳到問你係咪想做以下嘅職業，尤其是你係需要從事幼教或者醫療場所嘅話，呢度一定要答 yes， 同埋會提供到 info sheet。咁之後如果你係單人嘅申請，咁就唔需要再加 family member， 亦都因為唔係透過 agent 申請，咁所以唔需要提供任何 access 俾其他人，所以揀 no。下一條，只要你係申請過臨時居民，即係 study permit 或者係 work permit， 你係打過手指模嘅，咁當然就係 yes 啦。之後嗰幾條都係毫無懸念揀 yes 嘅啫。跟住我哋就可以檢查一次我哋嘅問卷答案，冇問題咁就可以繼續落去。去到 document checklist 呢度就已經係代表成功咗一半噶啦。咁第一份要填嘅就係 IMM5710。至於 IMM5707 係只有用 BNO 申請嘅話，你先會見到呢一格彈出嚟俾你去 download 同埋 upload 嘅。如果你係用香港護照去申請 optional OWP， 呢一格就唔會出現噶啦。咁就要好似條片最前面所講，自行 download 翻同埋 merge 翻入去 client info 入邊。之後我哋就會講點樣填 IMM5710。咁首先就係 download 佢落嚟，打開之後我哋第一樣嘢就係填我哋嘅 UCI 同埋揀翻英文。之後嗰4個格仔呢，其實就係最多人唔清楚究竟要 tick 邊一格嘅。咁我哋睇第4格就係 for inadmissible， 好明顯就係同我哋無關。咁首先我哋就可以排除咗佢啦。然後睇翻 TG Group 最近嘅趨勢就係偏向揀第2格，就係申請一個全新嘅 permit，因為話第一格呢多啲偏向被認
認為申請緊 LMIA 嘅 work permit。不過如果你係有睇過我上一條 In and OWP 嘅申請嘅話，會發現其實我之前係講兩格都有可能需要 tick 嘅。咁而真實嘅例子亦都係無論你 tick 咗頭兩格邊一格，都有可能係收到 approval， 反之亦然可以係收到拒簽。其實就真係冇一個講法話你如果 tick 咗第二格就100%唔會被當成 LMIA 咁處理嘅。咁不過我哋都跟翻最近 TG Group 嗰個趨勢就 tick 第二格啦。而如果你需要 restore 你嘅 status， 咁你就需要 tick 埋第三格嘅。跟住我哋就填翻我哋嘅個人資料。呢度需要留意嘅係 citizenship。如果你係用 BNO 申請嘅話呢，咁就揀翻 UK BNO。用香港護照申請嘅話，就要揀翻長過香港籍啦。之後我哋會填加拿大嘅 status， 咁就同之前問卷嗰度唔同嘅。呢一度 form 入邊嘅所有嘢都要如實回答。如果你係 visitor 就係 visitor， 你係 worker 就 worker。student 嘅話就答翻 student， 之後就跟翻你嘅 status 去填翻有效期。第8條就係答翻你過去5年有冇居住過你嘅現居地，即係加拿大，或者你嘅原居地，即係例如香港以外嘅地方超過6個月。如果有嘅話呢，咁就要喺度填翻。跟住就係你嘅關係資料同埋你嘅語言。咁下面語言1D嗰度，相信大家申請得 optional OWP 都係已經交咗 PR 嘅申請，即係考咗英文試。雖然其實喺呢度咧就冇乜用嘅，不過我哋都如實回答翻就已經考咗啦。之後就係你嘅 passport， 記得如果你係用 BNO 嘅話就要揀翻 GBN BNO， 香港護照嘅話就揀翻 HN Hong Kong HAL。National Identity Document 嗰個位咧同申請 PR 一樣，方便起見我哋揀 No 就可以噶啦。美國 PR 卡就跟翻你自己嘅情況，跟住就係你嘅加拿大住址同電話，仲有你嘅 email。呢度就千祈唔好填錯，因為個 email 係會用嚟喺獲批之前同你電郵聯絡，或者係你 web form 需要更新個 application 嘅時候，都要提供翻一個正確嘅 email 地址，佢先至可以揾到你呢一個 app 做翻相關嘅更新嘅，所以就千祈唔好錯啦。下一 part Coming into Canada 嗰度呢，第一個日子我哋係會答翻你今次用呢一個身份嘅首次入境日期。假設如果10年前嚟過加拿大旅遊，呢度都唔會填10年前嘅嗰個日子，而係用你今次嘅入境身份，例如你係 worker、student 或者係 visitor 嘅身份入境嘅嗰一個首次入境日期同埋個入境關口，跟住個 purpose 就揀翻你係入嚟讀書定係工作定係旅遊。咁喺你入境之後，如果你再有出入境嘅話，咁就喺第3格嗰度填翻你最近一次嘅入境日期同埋個關口。如果首次入境之後都冇再出過境，呢度係可以留空嘅。第4格就跟翻你嘅金紙去填翻你嘅金紙檔案號碼。下邊嗰 part 咧，我哋就可以跟翻官網，首先揀翻申請緊 Open Work Permit， 之後第2同第3嗰度，即使你而家係有工作做緊都好咧，都千祈唔好喺呢一個位填寫你任何嘅僱主資料落去，因為本身 In and OWP 已經係好易被當成 LMIA 咁樣去處理，尤其是你填咗而家嘅僱主資料落去咧，係更加易被以為係申請緊 LMIA 嘅。咁所以我哋2同3就留空佢。第4嗰格官網就有指示要填 Job Title 做 HKOWP， 然後 Description 就要打 HKOWP-APR Applicant in Canada Public Policy。基本上你成句喺官網嗰度 copy 過嚟就 OK 嘅。Duration 呢 part 因為呢一個 Optional OWP 係 up to 3年，我自己就會係用我而家金紙嘅有效期再延長3年，所以佢都唔一定係批足3年俾你。PMP 就跟翻你嘅情況如實去答翻，然之後就係填你最近期嘅 education 過去10年嘅 activity， 亦即係你嘅10年 CV， 咁就係最近期開始寫起，中間唔可以留有任何 gap。呢份 form 寫唔晒嘅嘢呢，咁就喺之前已經準備好嘅嗰份10年 CV 嗰度，由頭到尾咁倒敘形式完整咁補翻俾佢。下面嗰度主要就係跟翻你自己嘅情況去如實作答翻每一條問題。比較要特別留意嘅係第2部分，例如問你有冇喺加拿大曾經預期居留啦 ，status 係過咗期需要 restore 嘅，咁2A 就會係 yes。B 嗰度無論你係之前有申請過任何 permit 或者 visa， 不論係加拿大嘅其他國家有被拒絕過嘅，甚至乎係你有去過美加邊境度 flagpole， 特別係你本身冇美簽，純粹係去咗美加邊境嗰度兜咗個圈，有收到張紙仔俾你翻去加拿大嗰邊攞 permit， 咁2B 呢度咧都一定係要答 yes。
pass， 意思更加唔使講，我哋一定係有申請到進入加拿大先至而家喺呢度搞緊呢一個 optional OWP。只要二 A、B、C 有任何一行答 yes 咧，我哋都係要喺二 D 嗰度列明翻個 details， 例子就可以參考呢啲，例如你可以寫當初申請咩 permit 又被拒絕過，有去過 flagpole 美國拒絕過入境，申請過啲咩加拿大嘅 permit， 甚至乎係你而家做緊嘅 PR application， 全部都可以喺二 D 嗰度列明翻。根據你嘅情況答埋剩低嘅幾條問題之後，我哋就可以俾翻個 consent IRCC， 同埋喺最底嗰度簽翻大名以及填表嘅日期。記得仲要碌落啲撳翻個 validate， 成功嘅話就會見到視窗上面係寫住 validation complete successfully， 喺最後個版會多咗幾個 barcode， 拉到最頂嘅話亦都會喺右上角 validate 嗰度見到 yes。 至於如果你係 validate 唔成功嘅話，咁就跟翻去嗰個視窗信息修改翻張 form所需位置 validate 好之後，咁就可以 save 咗呢一份 IMM 5710噶啦。跟住翻返去 document checklist 嗰度，咁因為之前我哋其實都已經準備咗大部分嘅文件，咁所以單人申請喺填完 IMM 5710之後呢，就可以開始上傳噶啦。最後就記得對翻啲文件有冇揀啱，有冇 upload 錯位。至於 client info 上面嗰份 IMM 5257咧，就唔關我哋揸住香港或者 BNO 護照嘅人嘅，因為嗰個只係 for 冇 ETA 需要搞 visitor visa 嘅人，例如最前面一開始有講嘅巴西護照或者係強國護照，佢哋先需要填寫嘅啫。收費方面 In and OWP 係需要喺申請嘅最尾交晒啲費用，例如而家我哋做緊單人申請，我哋就需要預繳255蚊，其中個100蚊最後獲批之後就會隨緣退翻俾你。一切準備就緒，我哋就可以撳 next。 到下一版我哋拉到落最底，首先撳 I agree， 由呢度簽翻你嘅電子簽，先係入你個名，然後再入你嘅姓氏，最後就入翻你嘅安全驗證，跟住撳右下角 sign。 去到下一版 signature， 我哋拉到落最底，撳左邊個粒 transmit and pay，俾完錢之後就正式將呢一個 optional OWP 申請遞交咗俾 IRCC 啦。喺主頁面我哋不時都可以撳翻入個 application 去睇翻最新嘅 status， 同埋睇下有冇 message， 亦都可以喺嗰度撳翻submit，或者係根據要求補交文件嘅。記得如果呢度有格仔俾你補交文件 upload 咗之後，一定要拉到最底撳 sign and transmit， 見到個 status 係變咗 submitted 或者係 provided 先至係真係補交咗俾 IRCC。 好多人就咁 upload 完就算冇為意到，咁其實 IRCC 係睇唔到嗰啲未 transmit 嘅文件嘅，所以佢係可以當你冇交，從而拒絕你嘅申請。交完個 application 基本上就係等佢 run， 要補交文件就補交文件。喺最後嘅階段，你首先係會喺 GCK 入邊收到第一封信，就係你嘅 biometrics letter。咁呢封信呢，無論你個 optional OWP 批唔批呢，都會收到嘅。但係就代表你嗰個申請即將被 finalize 噶啦，然後好快就會收到第二封信，咁就係正式話俾你知究竟你個申請係獲批定係拒絕。如果你真係被 refuse 咗呢，咁你就睇清楚信上面所寫嘅原因，睇下解唔解決得到，再做 reapply 啦。你獲批咗之後，嗰張正式金紙呢係會由 IRCC 去寄出，大概最遲2個禮拜工作天內，應該就會寄到去你所申報嘅嗰個加拿大地址，除非 CanPost 罷工啦吓。如果佢係冇罷工，但係你喺2個禮拜內仲未收到嘅話，咁就請你打俾 IRCC 跟進下，睇下有冇寄失咗封金紙啦。跟住我喺 TG Group 揾咗幾個 timeline 俾大家參考，可以見到其實有 AIP 係最快嘅，半個月就可以收到個 approval 啦。而有 AOR 或者 IRCC 嘅 email 咧，都可以最快2個月就收到 optional OWP。另外我仲揀咗一個比較特別啲嘅例子，但係雖然佢喺24年3月入 PR， 但係佢從來都冇收過 AOR， 又冇收過 AIP， 不過就有收到 PR 嘅 CNCC request， 咁佢就成功用呢一封 CNCC 信呢去做一個證明佢入咗 PR， 大概等咗幾個月度呢，最後都成功獲批 optional OWP 嘅。另外我仲精選咗一啲問題，嘗試分享下我嘅睇法，例如好多一家大細嘅 student 畢咗業之後，佢係可以申請 PGWP， 但係就未合資格申請埋個 SOWP 俾屋企人，通常就會諗可唔可以入埋個 optional OWP， 然後就經過 optional OWP 去出個 SOWP 呢？
理論上咧就可以嘅，但係亦都有啲特別嘅例子，就係佢兩個申請，仲要係有 SOW 嘅嗰一個咧被 officer 退回咗，因此咧我就覺得最穩陣咧就係申請咗 PGWP 先，因為佢批通常都係快啲嘅，然後批咗之後或者係有必要，例如 SOW 真係就嚟過期啦，先至再入 optional OWP。另外個個都喺度問嗰100蚊幾時先會收得翻呢？有冇得申請去加快佢個退款噶？咁係冇得申請嘅，官方指引就話佢係會自動波退翻俾你。咁但係究竟幾時會退俾你呢？咁就隨緣啦吓。之後如果你已經交咗申請，睇完我呢條片發現自己交漏咗文件，或者你啱啱係收到 AIP 或者 AOR， 可以點樣補交去幫助你個 optional OWP 申請呢？咁一定係 web form 嘅。至於 web form 嗰條 link， 我就會擺喺呢條片下邊嘅 description， 方便如果有需要嘅話就更新翻。下一條，換咗新護照會唔會影響個申請或者已經批咗嘅嗰張金紙㗎？如果你係因故，例如遺失咗或者你整爛咗，你必須要換新護照呢，個 optional OWP 仲未批俾你，咁就請你 web form 通知翻去更新翻嗰個申請。而如果你一早已經獲批咗呢，你就淨係需要去翻官網俾翻7蚊加紙申請一個新嘅 ETA。出入境嘅時候呢，只要帶齊金紙、新舊護照，即係如果你本舊護照仲喺度啦，同埋嗰個 ETA 嘅 email 就可以順利出入境噶啦。個 permit 有效期呢係唔會受到影響嘅。咁批唔足3年就快到期，但係仲未等到 PR， 可唔可以再次入紙申請呢？理論上只要一日嗰個 policy 仲喺度，你有符合資格嘅話，就可以再次入紙申請嘅。最後呢一個都幾重要嘅，就係如果你嘅 optional OWP 申請被 refuse 咗，你 reapply 之餘仲可以做啲咩呢？首先就係要 review 翻究竟係你自己有冇交漏或者做錯嘢。如果係你自己錯，咁就冇得賴啦，改完錯之後就直接 reapply。但係如果你係100%肯定自己冇錯，錯在 IRCC 嘅話呢，你 reapply 之餘其實仲可以考慮 email 聯絡你住址所屬嘅 MP， 即係國會議員去求助嘅。封 email 就要包括呢一啲內容。一般嚟講，佢哋就會 send 翻封授權書，咁佢哋先開始做到嘢啦。如果佢真係肯幫你嘅話，你就要同佢一路 keep contact，跟進翻佢嘅進度。至於點樣揾到你嘅所屬 MP， 條 link 我一樣都會擺喺下邊嘅 description， 方便有需要就可以隨時更新。Optional OWP 嘅 deadline 係2029年嘅5月27號，記得要預留翻充足嘅時間去入紙同埋處理 Touchwood 被錯誤 refuse 嘅情況啦。最後再次感謝大家又睇完一條咁長氣嘅教學片。如果睇咗幾次條片都仲係有問題嘅話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或者係 DM 我。如果我有時間都會分享翻我嘅睇法。咁就祝大家申請順順利利，下條片見。ナモジェントリー。